塔某姓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甲时间扭转来时空的摄像，这个故事会开始发生伫1954年。我出世的前5年，这是阮老母亲嘴甲我讲的故事。阮老母伫1934年出世，18岁就对高雄县乌来乡海波村过来高雄县路德乡大社庄。当时无新娘车，是坐轿来的。故事的主角是我的三姐，三姐叫做苏宪彤。1944年出世伫散车家庭。当阮老母过来暑假的时，三姐在做人的辛劳，在甲人溜米粉。有一天，三姐伫店里做工课，互阮三婶的阿嬷看到。感觉三姐人认真佮故意，对方无后生，毋望三姐互因招亲。因为阮阿公早就过身，厝内无钱，阿嬷担心三姐娶无某，致使决定三姐互人招的命运。因为米粉店的头家阿伯生，拢无工钱互三姐，干那互伊食，互伊住。做3顿的苦乐换3顿饱。三姐嫁去高雄县路德乡新恒村，生3个查甫，2个查某。毋但5个囡仔拢对三婶姓庄，连三姐嘛塔某姓，叫庄苏宪彤。过去有冠夫姓，想袂到三姐竟然沦落塔某姓，悲惨的命运。三姐嫁出门的时，换一脚钉鞋甲衫裤，一人孤单离开厝里的人。男方无甲女方收聘金，1箍人送互女方。女方拄着会摕我大饼互阿嬷食，有时摕淡薄仔所费互阿嬷做生活开销。当时阿公是地主，是地方的士绅。专门在替人解决代志的头人。有一摆，阿公去南投卖布，因为热着破病严重，为着要医病，产房卖了。当时医疗无发达，地嘛无值钱，所摆地空人去。阿嬷酒馆无医无我，三姐嫁互三婶了后，女方甲三姐引起路德火车头做铁路的旧理，因为工课真会斗，做甲人散破病，请假伫厝疗养。因丈母骂三姐讲，人永远伫厝毋去做工课。三姐袂堪得业，拖病去上班，后来命归西天，去土州卖鸭卵。三姐勤俭拍拼，替庄稼买几若分地。三姐还未过身之前，三婶伫外口开小间，佮讨客兄。后来，三姐在破病的时，客兄讲伫女方的厝内甲伊抱悬抱低。三姐坐伫边仔静静看，三婶无互三姐出手照顾，哪像下狗的第四囝，无语问苍天。莫怪阮阿伯在怨叹，生5个囝无一个姓苏，查甫人也着塔某姓。世间的代志真怪奇，真是命运创治人。